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撒母耳，上帝创造天地了后，常常用细汉囡仔做伊的路用。细汉囡仔撒母耳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撒母耳的老母汉娜是一个听上帝负责人，伊有一个真大的愿望，就是爱有一个后生。伊对这样代志非常热心，所以甲上帝立一个约束。这个约束真简单，就是讲，上帝若赏赐伊一个查甫囡仔，伊就要献这个查甫囡仔做上帝的路用。安尼，通知汉娜是一个真敬虔的负责人。上帝有听伊的恳求啊无？有，上帝有应允伊的恳求。过无偌久，上帝就照约束赏赐伊一个后生，予汉娜。伊就甲伊号名叫撒母耳，因为伊讲这是对上帝求的。撒母耳的出世，予伊的老母非常欢喜甲快乐。伊若大汉，伊的爸母若疼伊。毋过汉娜就照伊的约束来行，将撒母耳献予上帝。所以有一日，伊的爸母就带伊上示罗见先知以利，将伊献予上帝。汉娜安尼做，伊的心内拢无怨言，反倒唱一块真好听的歌来感谢上帝，因为伊真欢喜，会通将所疼的囝撒母耳来献予上帝。对迄时起，撒母耳变做上帝的，也后来成做上帝的先知。亲像安尼，细汉囡仔受奉献，伫上帝面前来予上帝用，这是一项真欢喜的事。